究竟安利係點嘅呢？簡單嚟講，就係向你嘅朋友分享安利嘅產品，以及推薦佢哋同你一樣成為安利嘅直銷商。我哋就以阿 Jack 為例啊，佢啱啱加入咗安利，佢以直銷商嘅價錢買咗一啲安利嘅產品。阿 Jack 收到產品啦，佢用過之後發覺呢啲產品非常之好，全部產品仲有90日嘅滿意保證添，正啊！於是阿 Jack 就將呢啲咁好嘅安利產品介紹俾佢屋企人同埋朋友知道啦，佢哋都好想試下呢啲產品。於是阿 Jack 就以安利嘅建議零售價賣俾佢哋，好快佢就得到第一筆收入，就係零售利潤啦。阿 Jack 而家非常之開心，佢仲了解咗整個安利嘅業務計劃，即係買入產品，再賣俾顧客，同埋推薦有興趣嘅朋友加入成為安利嘅直銷商。阿 Jack 將佢賺到收入嘅過程同埋安利嘅業務計劃好詳細咁講晒俾屋企人同埋朋友聽，佢哋都非常有興趣成為安利嘅直銷商。於是阿 Jack 就成功推薦咗佢哋，仲將自己學到嘅知識同大家分享添。就係咁樣重複咁購買產品，再賣俾顧客，同埋推薦更多新朋友加入，終於達到咗指定嘅售貨額，獲得月結獎金。阿 Jack 嘅團隊非常出色，業績越做越好。其他人都參考咗阿 Jack 嘅做法，每個月收到嘅獎金越嚟越多，仲有年度獎金添。除此之外，仲可以免費出席安利待遇一流嘅海外旅遊研討會，你話幾好呢？阿 Jack 嘅團隊越做越大，喺佢不停學習同埋擴展業務嘅同時，背後仲有安利公司嘅全面支援，例如培訓、產品示範、業務講座等等。當然唔少得一班功不可沒嘅資深領導人啦。你或者會問阿 Jack 同佢嘅團隊點解會對安利咁有信心？因為佢哋嘅拍檔係一間有超過50年歷史、業務遍佈全球超過80多個國家同地區，擁有超過300萬名直銷商嘅成功企業。冇錯，呢個就係安利，就係咁簡單。